今個五一假期相約澳門，快樂起飛。氹仔舊城區關前後街再度化身成為舒適安全行人專用區，超住暢遊澳門。兩個行人專用區嘅活動時間由2026年嘅5月1號至到4號，每日嘅中午12點到晚上7點。兩個行人專用區都設有特色市集、表演活動以及互動攤位遊戲。氹仔舊城區嘅步行路線由益隆炮竹廠出發，途經官也街，再漫步至路氹歷史館。區內設有澳門 IP 專區，而益隆炮竹廠仲會每日舉辦嘉年華以及多場音樂會。關前後街仲有好多驚喜帶俾大家㗎。我哋可以從世遺景點大三巴出發，途經人氣地標關前匯，漫步至草堆街，同樣有勁多精彩節目。活動期間喺兩個行人專用區內嘅市集或者周邊商戶，消費滿澳門元50元就可以憑收據換領紀念品，而消費滿澳門元150元，更加可以兌換澳門文創 IP 紀念品。為咗令大家喺假期玩得安心又盡興，兩個行人專用區都設有大型指示牌同埋旅遊諮詢站。現場亦都設有工作人員同埋警員提供協助。出發前記得留意交通事務局網站、手機 App、微信公眾號，留意最新交通資訊。今個五一假期，約定大家澳門行人專用區見。